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京剧做工啊。其实这一段唱也是节目组派给我的任务啊，也是对我一次考验啊。其实大家知道，风箱戏的核心它就是反串，所以呢，我这一次呢是一个人在这个剧中反串，演绎了一个京剧老生和青衣啊，我感觉是非常的新颖啊。希望我接下来的演唱，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。好期待！哎，我真特别期待。鼓励一下，欢迎！何必离台前两眼灰？有一日愁眉的展望不了闲公之恩重日上，求什么夫妻情恩的不欠，在与你可那破去你愿因祸福，终日的愁眉不展，有什么心头是你只管明言，非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，有一桩幸福事不敢明言，小天作白天门两国交战，老娘儿亲呀粮草来到北番县公之，若得我母子相见，到来身边劝马节奏先还。你那里休得要巧言改变，你呀怀高堂不是他不阻拦，公之虽然不阻拦，不有令箭真过关，有心赠你金披肩，怕你一去就不回还，公之赐我的金披肩，节目一面即可还，送银离此路途远，一夜之间你怎能够还？送银见个路途远，快马加鞭一夜还，是才叫咱明是缘，你也对天就表一番。哦，公之要我明是缘，屈膝跪在地平川，我若参谋不会转，怎么样啊？黄沙在肩，是故
来唱的时候，他不是京剧北方老生的那种魅力，他带着江浙一带的那个帅气的小生和老生之间的那种声音。萧雅，我原来你看我们80几年一起上春晚就认识了，我很喜欢你，因为我一见你速度就放慢了，因为我是急性子，然后但一见他，哎呀兄弟，我也没脾气。结果今天一看你这个，我真是太爱你了，小雅。所以每一个艺术家，每一个剧种，真有不同的魅力。我觉得今天这个就是风箱戏，它不光是说这个大家跟着一块喜欢戏的看热闹，我觉得更是戏曲人自己的戏，戏曲人自己的舞台，戏曲人对戏曲理解最高的境界。哎呀，总结得太好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能把另外一个剧种用他那个剧种给揉进去的那个美，那就是2个剧种的美，你知道吧？太不得了了！哎呦，弗莱赛啦，不得了！